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表示，虽然目前台南市的山区整体绿鬣蜥的通报案件并无多，不过伫个玉井指定甲的南西地区是台南重要的农业生产的区域，因此为了避免绿鬣蜥由南往北来探源，市府农业局嘛特别举办绿鬣蜥的防治甲着移除的训练。今摆已经训练合格280几个人咱因包来讲，绿鬣蜥虽然讲是移除的对象，毋过阮嘛是希望讲，林保署讲爱有训练过，所以阮的恁若有民众要来报名，阮就是会开课。阮今年已经开过一场即摆是选定3月24选定迄个玉井风里遐活动中心来办，明日是60个。即边是特别以山区来开课，希望讲山区的民众有兴趣的来参加训练，训练合格了会当来掠绿鬣蜥。当然掠绿鬣蜥的价钱有大只30公分这喙到肛门遮30公分以上有300块，以下50块这当然阮有爱交一个迄个厂商，恁爱交厂商还当领这钱阮主要目的就是山区绿鬣蜥未成型进前阮会当来控制起来市府表示，伫个去年开课训练进前，一档大约移除2600只的绿鬣蜥。不过，伫个今年第一期办理训练课程以后，今年到目前就移除了超过2700只，比去年的总数还佫较多。因此，即届选伫个玉井区来办理教育训练，主要希望伫个绿鬣蜥的族群还未扩散进前，先向在地青农进行宣导，让农民具备基本的辨识能力，甲着通报的观念，建立预防性的防治机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